日日，你係左定右嘅？你會係左咯。好，左邊。咩級別？中級。中級好。你啊？媽媽係高級。點解嘅？媽媽係大人。開始啦。400。呢兩個係咪兩嘅？4個7係8，4個7就係8，4個3個1變咗係7，變咗。iPhone 4、8、9。媽媽快啲喎呢個。6、10、14、18。3、6、9。可唔可以打埋我啊？你仲高分過我喎。OK。4、8、12、12、35。15啦。邊個贏咗啊？